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係2025年10月10號，已經係星期五啦。今日適逢雙十節，我哋要講下政治嘅。中共呢就係呢個竊取呢個國民黨嘅政權呢就上台嘅。呢班呢根本就係一班土匪，而且仲係漢奸，專門出賣呢個祖國同胞。結果亦都俾佢咧係竊國成功喎，呢個咧係歷史上似乎未出現過嘅，因為歷史上類似嘅政權咧有一個叫做太平天國，但係嗰個最終失敗咗。佢咧都算係有攻城略地，一度咧係佔領咗呢個大清嘅部分江山。但係咧佢最終失敗收場，兵敗如山倒。但係咧共產黨唔單止冇失敗，佢係徹底成功。仲將呢個叫做國民黨政權趕咗去台灣，而家妹仔大過主人婆，係嘛？仲惡到不得了。咁我哋真係呢個世界究竟有冇天理嘅呢？我哋咧就呢排好多網友佢同我講，佢話 Tony， 我哋都知道嗰啲好似老登係嘛，法輪功嗰啲所有嗰啲嘢係咪都係假嘅？問題係我哋想聽，我哋要鴉片我哋要精神鴉片因為而家日子真係好難過咧，係咪所以佢哋明知係假嘅，都聽到津津樂道。佢問我中共幾時冧咁樣，咁我話啦，其實咧中共我都好想去冧，問題而家咧有一個助力，係真係就係有一個人嘅出現，令到中共咧倒台嘅時間，我諗起碼推遲幾年。不過咧，而家嘅大陸咧，其實佢確實環境係好差嘅。雖然佢面對嘅敵人咧冇以前咁多，點解因為特朗普幫佢分化咗成個呢個歐洲同埋美國嘅陣營嘛，即係呢個世界嘅民主陣營咧分裂咗，冇人咧對佢咧再係叫做咧咄咄相逼。以前拜登喺度嘅時候，你加埋日本、南韓、台灣係嘛，新加坡呢個第一島鏈。跟住仲有菲律賓，跟住聯合成個歐洲一齊對抗佢哋嘅，而家咧全部散晒啦。所以咧你話啦，中共咧係咪調翻轉頭唔會崩潰咧？反而可能係更加會穩固咧咁樣。當然啦，呢個咧睇天嘅，我都講唔埋。不過亦都有可能令到佢咧放鬆都未定，因為之前中共咧佢好怕會好似呢個前蘇聯咁倒台所以咧。有人喺度講，咁赤馬紅羊劫咧，出年就係咯，係嘛？即係馬年同羊年，主要係丙午同埋丁未，就係赤馬紅羊。好啦，咁呢個赤馬紅羊咧，佢話啦，基本上咧呢個係一對火年嚟嘅，兩個都係屬火，而習近平嘅八字屬水所以咧嚟緊就會專衝習近平。好啦，咁我哋對翻上一個赤馬紅羊劫係幾時係毛澤東時代啦，係咪？1966年到67年嘛。好啦，6667又係赤馬紅羊丙午逢丁未但係咧老毛係屬水，老毛係屬蛇，習近平都係屬蛇，兩個都蛇，會唔會係蛇始蛇終咧？有可能嘅咁會唔會係赤馬紅羊推動佢倒台咧？我本身就喺度諗，其實一個特朗普可能咧瓦解咗西方陣營，調翻轉頭令到習近平咧係鬆懈都未定，因為佢覺得冇對手啦嘛，最大嘅對手俾你自己瓦解咗啦，你哋鬼打鬼係嘛，咁我哋佢咪可以乘人之危咯？問題就係中國嘅內部問題好嚴重，經濟崩潰，房地產崩潰，係嘛，社會咧接觸到外界之後咧，先知道中國嘅黑暗。好多內地人係唔知道有6·4，亦都唔知共產黨做咁多衰嘢嘅。啱啱有位大陸嘅網友佢同我講啦，佢係好似係湖南人，佢咧翻到場之後第一次睇到好震驚。佢話共產黨咁撲街嘅啲嘢，咁都做得出嘅。咁所以咧，當越嚟越多人知道嘅時候咧，佢就撲街噶啦，肯定。最近咧亦都有一連串嘅嗰啲事件發生啦。包括咧于朦朧呢單案件。我覺得于朦朧呢單案件咧，亦都可能冥冥中自有主宰。雖然死得好慘，
但係咧，你見到大陸人啊嗰種咧，用唔同嘅方式去要提起佢，要去打擦邊球。其實咧，內地人想反抗嘅仍然好多嘅，只係佢冇辦法喺主流嘅傳媒俾你睇到咁解啫。因為有網警咧大量封鎖，係咪？嗱，好啦，咁啊當然啦，呢節咧講赤馬紅楊劫就係，喂，會唔會因為赤馬紅楊劫令到習近平唔掂啊？因為嗱，佢啊屬水，佢係蛇，上一個毛澤東蛇啫，佢可以頂得順，呢一次未必頂得順喎，係嘛？好啦，咁啊當然啦，習近平嘅呢個叫聲望咧，同埋嗰個人民嘅支持度啊，遠遠不及毛澤東。當時老毛講咩都啱嘅，毛主席一句頂一萬句，係嘛？而家習近平有冇啲嘢啊？仲要幫佢起花名添，以前邊個夠膽幫毛澤東改花名啊？想死啊？係嘛？所以咧唔同啊，大家已經係唔同噶啦。不過而家習近平嘅權力啊，比起當時毛澤東更加大。嗱，呢個係真嘅。點解咧？因為冇人可以威脅到佢之餘咧，地位啊已經係冇得同佢挑戰啊。因為當年老毛打江山嘅時代咧，去到文革啊，佢都仲有一大班人咧同佢平起平坐。雖然係毛主席，但係咧佢哋都覺得，喂，大家都係一齊打江山，知根知底啊。所以咧，老毛只係高佢哋半個頭啫，未去到一尊啊。唔係好似習近平而家咁一尊，其他係家丁嚟嘅。嗱，當然啦，老毛有個家丁叫做周恩來，但係其他人嘅心目中咧，佢哋尤其是嗰啲老共產黨員啊，佢哋覺得即係佢哋俾自己洗咗腦咧，洗埋腦，覺得共產黨員就平等噶嘛。你毛澤東你係主席，我哋好尊重你，不過我哋都係呢個國家一份子咁樣。嗱，咁啊去到呢個叫做咧鄧小平年代更加啦，更加未試過有咁集中權力嘅。嗱，除咗華國鋒試過黨政軍集權，連總理都做埋，係咪？但係咧華國鋒係冇根基嘅。咁啊習近平其實都冇根基啊，但係佢咧執政咗10年，華國鋒係好短時間就俾人鬥到咗啦。你諗下啦，習近平點同啊？佢做咗10年啊，軍隊裏面嘅人俾佢洗乾洗淨噶啦，全部清除晒噶啦。係咪啊？12年啦已經，係嘛？20大呢個20大到而家幾多啊？13年啊，做咗而家2025啦，大佬做咗13年啊！呢個位，所有人都俾佢清除晒噶啦。呢個以往未試過噶，江澤民年代、鄧小平年代都冇佢咁樣集權法嘅。嗱，不過集權唔係一定係好事，亦都唔係一定壞事。對於共產黨嚟講，點解咧？因為所有嘢等於佢嘛，大家明唔明啊？共產黨等於習近平噶啦，而家，所以啲人咧而家咧，即係裏面嘅人啊，本身可能唔憎共產黨嘅，因為習近平連共產黨爭鳩埋，你仆街，你就習近平啦，共產黨就習近平，習近平就係共產黨，係嘛？咁所以咧，到時習近平被推翻，相當於共產黨，一齊推翻佢啦咁樣。嗱，呢個係有可能嘅。嗱，咁啊，我哋睇翻赤馬紅楊劫啦，屬水嘅習近平嚟緊面對2個赤年啊！係嘛？係咪水火不容呢？經濟咁差，會唔會係就係呢啲時間攞佢命呢？嗱，跟住于朦朧呢單嘢咁詭異，全國不少人衝塔。嗱，當然啦，你話有即係于朦朧係直接啊同佢哋家族有關嘅，其實我都唔信嘅。甚至乎嗰啲講到佢咁高權力，其實唔使嘅。普通嘅公安局長已經隻手遮天噶啦，唔使去到政治局常委噶。你見係嘛？呢個鐵鏈女，喂，其實習近平開聲，喂，中國共產黨做翻件正義嘅事得唔得？唔撚得，共產黨係唔可以做好事嘅，除咗好事之外乜都做，係嘛？所以鐵鏈女仍然要箍住，仍然要綁住佢用鐵鏈，係嘛？綁佢嗰個綁匪冇事喎，唔使坐監喎。你諗下，有冇正義啊？呢個國家有冇正義出現過？公義有冇啊？係嘛？係咪缺席啊？係啊 absent 一路都缺席啊，係嘛？佢唔係遲到咁簡單，係缺席啊。嗱，好啦，咁啊，呢個赤馬紅楊劫咧，佢其實咧就係南宋一個學者叫柴望啊。咁佢咧叫做丙丁歸鑑咧，就記錄咗21次歷史嘅劫難，由戰國嘅秦啊開始啊，去到5代末期。好啦，因為佢係南宋啊嘛，佢只能夠記錄南宋之前嘅事啫嘛，南宋之後嘅事就冇記錄，係嘛？咁當然啦，南宋之後就唔係佢記錄嘅，係其他人記錄噶啦，係咪？嗱，到近期啊，呢個咧1907年
即係赤馬紅楊咧，亦都係呢個滿清嘅風雨飄搖嘅時候，係嘛？慈禧又死，光緒又死，一齊死，跟住咧過幾年咧就辛亥革命啦。咁66年文革之後，但係咧中共仍然冇事喎，係嘛？仍然可以捱到而家喎。咁啊，究竟係咪今次咧過得到上一個赤馬紅楊，過唔過到呢一個咧？嗱，今次嘅挑戰咧比當年大，點解啊？當年冇互聯網啊！你諗下啦，當年如果有互聯網啊，係咩世界咧？冇可能喺屋企俾你餓死啦，冇可能俾你韞喺個農村唔俾你出去啦，係咪啊？咁啊，但係咧，而家有互聯網，都一樣有呢個武漢肺炎嘅封控，一樣係乖乖地喺屋企俾人封住，有得你死嘅。歷史係咪驚人嘅相似咧？嗱，習近平可以去到咁絕，當然啦，呢個絕有副作用嘅，就係咧，人啊喺呢幾年之間咧，多咗好多人上網，多咗好多人翻牆。我始終覺得最終推翻中共都要靠人民。嗱，當然啦，你要人民咧要有機會贏啊，啲軍人先有機會叛變噶嘛。人民冇得贏嘅時候，軍人係調翻轉嚟鎮壓你，大家要明白喎，係嘛？你睇翻當年東歐，點解東歐可以推翻呢個共產黨咧？有蘇東坡咧，原因就係個軍人叛變啊嘛。第一個就係羅馬尼亞咯。如果當年嘅羅馬尼亞軍方企硬，企喺呢個壽西斯古嗰邊，佢唔會倒台噶，係咪？嗱，所以咧而家睇下啦，軍隊俾佢咁樣使法，會唔會有一批新嘅上嚟啊？有啲比較即係點講啊？會有接受新事物嘅，或者接受呢個西方嘅思想嘅人，咁真係唔敢講啊。可能有可能冇嚇。如果佢哋有翻牆，可能會嘅。嗱，不過呢個世界有時咧，冥冥中係好多嘢講嘅，好多主宰嘅，亦都咧係往往你諗唔到嗰種方式去崩潰。中共捱得過上次呢個赤馬紅楊，今次過唔過得到咧？咁我覺得都未必過得到啦，因為實在太多不確定因素呢個世界每一樣嘢都有機會咧係令到佢咧係擦槍走火，甚至乎直接推翻嘅。呢節咧講住咁多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多啲留言，多啲 like and share，多啲留言互動，好嘛？好啦，咁啊覺得好聽嘅介紹俾你親戚朋友聽。如果想進一步支持我哋嘅，可以訂閱 Patreon。多謝晒，拜拜。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 多謝。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鎊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